你老公阿全係當差嘅，你都好信嘅。男人追你嗰陣就乜都噏得出噶啦。好似我老公阿飛咁，佢以前話自己係一隻冇咗腳嘅雀喎，要不斷咁喺愛情風中度飛行，直至到死嗰日為止。點同我結咗婚唔夠3個月，咪停咗唔飛咯？咁我唔見佢死，超！哇！啲死鬼有錢佬啊，住咁大間屋都有喎，你睇下佢，你睇下佢。明框有冷氣嘅，吊把風扇喺中間度吊頸咩？妖！你睇下咁大張飯台，我嚟打台波咩？你抵得佢啊！你抵得佢啊！喂，放低嘢就走啦！你睇過啦咩？咁大間屋睇嗰陣會死咩？睇幾耐啊？睇埋個廚房就走啦！妖！睇死佢廚房啊，必定大過我屋企7、8倍啦！妖！睇死佢馬桶都大過我浴缸啦！妖！工人房都大過我睡房，睇夠未啊？相當夠啦。睇埋個主人房先。咦？妖！咁大張床邊度夠我一個瞓啊？哇！唉，人哋係女人，我又係女人，點解我硬係咁霉嘅？妖！你諗都唔使諗啊，係啲女人先甘願做男人啲玩具就俾着我。有咁多靚衫，真係俾男人玩足一世我都願噶，真係。柔儿，待會兒回房間收拾東西，跟我回桃花島。啊？怎麼了？瘋了幾個月還不想走啊？我不想回去，我還要陪靖哥哥找他的殺父仇人呢。哎，靖哥哥，靖哥哥，靖哥哥。晚辈郭靖見過黃老前輩。小子，洪老叫花傳了你降龍18掌，你卻練成這個樣子，真叫老叫花子丟臉。晚輩笨拙，學不到洪老前輩的精髓。老叫花從來不收弟子的，他卻傳了你15掌。你是不是說了什麼花言巧語，哄到老叫花喜歡你？哎，爹，花言巧語確實有，但不是靖哥哥，是我。我把七哥哄得高興了，他才肯教靖哥哥武功的。爹，靖哥哥是個老實人，您不要老對他兇巴巴的。你用老叫花教你的本事打敗了梅超風，是在嘲笑我桃花島的武功比不上老叫花子嗎？晚輩不敢。爹，這怎麼可能呢？靖哥哥啊，就是借着梅師姐眼睛看不見，才佔了個大便宜的。晚輩學藝不精，不敢與桃花島相提並論。好，小子，我來接你一掌，讓我瞧瞧，是你降龍18掌厲害，還是我桃花島的掌法厲害？晚輩就是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跟前輩過招。你跟我過招，還不配。你出掌吧，我就站在這裡不動。你用你的降龍18掌在我身上實施，要是我有所閃避，就算輸。晚輩真不敢，不敢也得敢。晚輩真的做不到。別婆婆媽媽的，要不然咱倆換換，你接我一掌。爹，您知道他接不住的。我就是要他接不住。爹，你為什麼這麼討厭靖哥哥？我黃老邪討厭一個人還需要理由嗎？黃老邪，住手！師傅。黄老邪，你為什麼為難我徒弟？我以為是誰呢？原來是這臭小子的師傅。你們來得正好，這小子殺了我桃花島的門人，今日我要先殺他，再殺你們陪葬。前輩，陳學峰是我所殺，與我眾位師傅沒有關係，我一人給他抵命就是了。靜兒，好，算你這小子有點義氣，我就讓你死個痛快。爹，你不就想讓我跟您回桃花島嗎？我跟您回去就是了。蓉兒，过來。
暂且放了，但这笔账不会一笔勾销的。好，只要前辈不迁怒于我的6位师傅，1个月后，我主动去桃花岛领死。靖哥哥，这话是你说的。1个月后，咱们桃花岛见。蓉儿，絕招好武功，18掌一出力馬亢龍，大顯威風。男兒到此是不是英雄？誰是大英雄？大英雄！射雕彎鐵弓，萬世聲威震南北西東，為藉豐功。男兒到此是不是英雄？誰是大英雄？大英雄！一陽指，蛤蟆功，東邪西毒，南帝北丐中神通，好國正，超黃蓉，誰人究竟是大英雄？練得堅忍，大勇指干戈永不懼共，義氣衝霄漢，立地頂天是大英雄，才是大英雄。清宮武俠長篇劇，經典之作《大內群英》。米雪，陣陣熱風紛紛吹，幕幕紛爭千億淚，千億淚，世間話說永碎。問世間幾許，合拍胸襟熱血自驅。問世間多少情人到死誓相隨，能死生相許。神雕俠侶，神雕俠侶。千秋萬世退去，陽光笑容裏，到死誓相隨，願死生相許。
神雕俠侶，千秋萬世退去。楊過小龍女，到死誓相隨。行俠仗義名垂。